轿都排上去了，神轿都排上去。哦，对，咁嗱，都回應好啦。哦，謝謝，咁呢？中江啊，那里可以观胜啊，鲁智深。江浙村的宋江镇，五湖宋江镇，哦，老前辈的宋江镇，只有女生的宋江镇。哦，你看道教的、佛教的，你看各路英雄好汉都有，穿这种服装的也有。哦。哇，赶了，好棒！高雄内门顺天宫妈祖庙。哦。看到江浙村的古湖庄的宋江镇，化妆的古湖庄的宋江镇。哦，赶了，时间。